嗨，大家好，我係康華地產阿威文。嗱，好多時咧，大家係住開，有時係靠海邊啲單位咧，會覺得潮濕啊，周邊配套啊唔係咁好啊。今日挖掘到一個比較好嘅地方，當然針冇兩頭利嘅嚇。你既然要上有海，又要生活配套齊咧，亦都好難得嘅。咁我哋今日咧就喺呢個眾海嘅高新產業區。為什麼今日會過嚟呢個位置拍咧？因為呢個樓盤咧，佢近住我哋嘅輕軌站。大概行路過去咧，約莫都係去到4分鐘嘅步行距離。大家一見到我哋身後呢個位置咧，呢條高架橋咧就係呢個輕軌嘅呢條主要幹線啦。咁呢條輕軌咧就係舊年先正式開始通車嘅。呢條輕軌去邊個位置咧？就係從惠州搭車去到肇慶嘅。嗱，你假設一下，朝頭早8點零鐘你瞓醒啦，刷牙洗面，跟住就突然間諗起，喂，今日中午不如去肇慶嘅鼎湖食下碌鴨啦，好唔好 ？OK 喎，真係掂水喎。嗱，大家睇翻我哋嘅時間表，咁依家全程 total 咧去到270分鐘，亦即係差唔多2個半鐘多啲，就去到肇慶嘅鼎湖板塊啦。咁全程 total 個費用咧去到差唔多143蚊。對於喺內地生活又冇內地車牌嘅朋友嚟講咧，係非常之友善嘅。全程喺車度瞓下覺，一眼就埋開過去啦，時間非常之方便。咁呢條交通線路咧，全程係通過5個城市嘅。咁第一個咧就係惠州啦，第二 part 咧就係去到東莞啦，第三 part 就係廣州啦，第四 part 咧就係佛山啦，第五 part 咧就係去到我哋嘅肇慶。所以其實全程咧係完全唔需要自己去揸車去點成㗎啦，一站過就可以去到我哋所有嘅交通線路，係咪非常之方便咧？咁好啦，今日介紹呢個樓盤咧，就係我哋依家呢個星河冠悅府呢個樓盤咧開發至今啦，大概約莫去到4年零啦，咁依家主要賣緊嘅單位咧，係依家現時我哋眼前望到嘅樓上嘅部分，啲380尺左緊嘅公寓，同埋590尺、600尺到嘅兩房單位，呢兩隻戶型嘅，佢哋依家現時咧，因為近期啲樓價咧係有少少波動啦，咁所以咧有好大嘅優惠嘅 discount 俾到大家，所以其實咧一套380尺嘅呢啲公寓咧，去到約莫都係去到差唔多27萬人仔就 OK 噶啦，即係差唔多30萬嘅港紙啦。咁同埋咧兩房59方嘅單位咧，去到差唔多接近係48萬左右，47萬幾就搞掂噶啦。好啦，咁我哋依家現時入售樓部中心睇睇入邊嘅情況先嗱，好啦，入咗嚟售樓中心呢個位置，大家依家眼前見到呢一棟樓咧，就係我哋今日嘅主角啦佢係屬於我哋依家現時今日主推嘅單位上高咧14樓到37樓咧係屬於係公寓部分。下低14樓打下咧就屬於係啲寫字樓 office 嚟嘅咁呢個位置咧，其實講真嗰句，第一個咧發展商嘅品牌就肯定 OK 嘅，星河集團。咁咧佢喺2025年咧就全惠州嘅銷量冠軍第1名 Top One 嚟㗎啦咁咧再加埋咧呢個位置佢啱好企正㗎啦，屬於係惠州嘅中心地帶。門口呢個位置咧就係我哋依家現時嘅惠環站輕軌嘅中心位。咁咧我哋由呢個方向再往上行咧，就去到係惠州北站。大概約莫都係去到4個站度就到達㗎啦。咁如果假如往翻南方向行咧，啱先我哋講咗啦，直線可以去到東莞、廣州佛山到肇慶方向嘅。咁呢個樓盤咧更加適合於就中意周邊城市遊玩嘅朋友呢樣嘢係最適合你㗎啦。因為本身呢個位置咧，佢個地段係非常之有優勢，中心距離。惠州本土有咩地道嘅客家菜啦再加埋咧，仲有我哋依家惠州嘅西湖，係屬於全國嘅4A 級旅遊中心區再加埋咧，本身呢個位置咧又近住山姆超市 Sam。咁我哋依家現時咧問咗下當地嘅同事咧，就係話我就問咧，即係直接搭輕軌去到我哋嘅龍豐站，再轉滴去山姆會唔會更方便？佢哋話好繁瑣，你不如喺樓盤度打部滴過去仲方便。我問佢使唔使20蚊，佢話唔使，10蚊都唔使，9個幾銀紙就可以到達啦。total 全程都係去到11分鐘。咁你諗下，咁對於我哋日常喺香港習慣咗去大型嘅 supermarket 買嘢嘅朋友嚟講，係咪好友善啊？係咪先？咁再加埋啦，本身呢個位置地段咧，佢又屬於係即係叫惠州嘅呢個高新產業園。我哋依家見到嘅好似 TCL 黃牌啦、益偉理電啦包括我哋嘅德賽南威啦早期仲有 LG 嘅電子都喺我哋依家現時呢個成個中海板塊片區嘅。咁所以咧，其實呢個樓盤咧係有一個好大嘅呢個投資價值同埋自己居住嘅呢個便利可行性嘅咁好啦，好多朋友會問起啦。咁我依家現時嘅話咧，好似喺呢個單位即係落腳咗之後，攞嚟投資租俾人去點咧？放心，370尺嘅單位大概約莫27萬，租金價可以去到1200蚊一個月而且呢度1200蚊咧係你齋收嘅，唔使交管理費，管理費係租客俾嘅，即係約莫市場價係差唔多1300咁上緊嘅價。
咁其實都算 OK 㗎啦，咁個回報差唔多有4厘嘅咁當然啦，你自己住得就最好啦。我其實建議更多香港嘅朋友上嚟內地咧，去感受下呢邊惠州城市嘅呢個舒適性、便利性嘅呢樣嘢就係我哋所推薦呢個星豪冠悅府嘅呢個優勢喺度㗎啦咁好啦，呢個樓宇咧大概情況就係咁，後邊佢呢個位置咧就係所有嘅住宅部分。住宅部分你唔使諗啦，差唔多接近有成8、9成都已經係入伙咗㗎啦，而且呢邊嘅入住率係非常之高㗎，因為成個惠州嘅中海板塊咧常住人口據舊年嘅數據嚟講咧就約莫差唔多65萬人嘅所以其實消費力包括依家街道嘅生活配套我哋嘅依家衣食住行等等之類嘅嘢，其實都好方便㗎啦。包括呢邊去惠州最出名嘅惠州中心醫院，即係約莫10零分鐘就可以到達㗎啦。基本上所有嘅醫療設備都係齊備嘅。大家好多啲朋友上嚟居住咧，呢幾樣嘢我哋都幫你解決咗啦。只不過就係關鍵係呢個戶型啱唔啱你心水咧。咁好啦，我哋上現場睇睇先。咁多位我哋依家上咗嚟呢個樓宇嘅14樓，咁啱先已經喺下低同大家介紹過啦。14樓打上咧就屬於係住宅部分嘅，即係呢啲所謂嘅呢啲公寓單位嘅。咁14樓打下咧就係寫字樓嚟嘅。大家而家跟住我鏡頭睇睇啦前面呢個位置咧就所有個住宅部分，睇到入住率未啊？因為呢邊板塊咧佢係大多數屬於係高新科技產業嘅呢啲板塊，所以好多喺呢邊就業嘅呢啲外地朋友咧，佢哋一家大細包括仔女亦都喺呢邊讀書就學嘅。啱啱亦都講咗啦，因為本身我哋呢個位置咧，佢有呢個成個惠州最出名嘅呢個第一中學中海板塊嘅呢個分校。咁好啦，依家睇翻我哋成個公共部分先單位咧一共一層咧係有22戶嘅。咁我哋咧每隔3層樓咧喺呢個位置咧，佢會有個平台出去可以平時日常晾曬或者係即係自己休閒嗰陣時喺出邊食口煙咁都好方便嘅。咁呢個位置咧，我哋睇到佢就屬於一個典型嘅公寓式樓宇嘅結構㗎啦。但係咧，佢有個優勢唔知其他朋友有冇睇過啲公寓樓咧？咁中間位通常冷氣位好窄嘅去到大概去到1.2米度，但係呢個位唔同啦，呢個位闊好多差唔多約莫接近成1.5米。咁所以咧，有時大家即係門對門之間咧，亦都唔會話咁尷尬。你搬件大件家私嘢入嚟咧，亦都好方便。好啦，呢層單位咧總共只有2隻積。咁呢個單位咧就係去到係370尺度約莫係35平方米嘅單位嚟嘅。呢個單位咧就屬於係一個示範單位。咁我哋咧隨樓咧交樓亦都係有裝修嘅。咁大家見到啦，成個單位咧一眼立晒㗎啦，因為始終佢都係方數唔大。但係咧最主要係咩咧？雖然話單位唔係好大，但係所有匹配嘅嘢都齊全嘅。例如咧，依家現時嘅方太嘅抽油煙機啦、吊櫃啦，包括我哋依家現時嘅呢個即係灶台位啦因為佢係屬於開放式嘅單位，所以咧呢邊就唔俾用明火嘅，所有都係自己安排個電磁爐喺個位置包括洗衣機嘅預留位都做好晒㗎啦咁我哋依家睇睇入門口嘅左手邊位置呢個位咧就係屬於一個即係沖涼房兼顧埋洗手間嘅位置空間位咧唔算好闊落，但係對於一般好似依家300零尺嘅單位嚟講咧，夠使夠用嘅。最主要大家記唔記得我啱先下低所講嘅一個問題喺呢個位置咧，佢本身好似呢啲咁嘅單位 ，total 嘅總價約莫去到27萬度，但係佢市場租金價去到1200蚊嘅唔包管理費喎，管理費係自己即係啲租客自己批翻條數喎，約莫就100蚊度2個白銀紙一個方。咁所以其實呢啲單位咧，就算你自己用又好，或者未來唔使用啦翻香港居住啦，咁呢啲單位攞嚟租俾人咧，亦都係好受歡迎嘅。因為大家見到啦，啱先一入到嚟呢位同大家講翻嘅，呢邊已經包含咗好多居住嘅朋友喺度，因為所以呢邊嘅需求量係好大嘅。據我哋售樓部嘅同事講翻咧，基本上今日退租，後日就可以幫你租到出去啦期間聽日嘅時間咧就係搞下清潔、執下間屋嘅啫，所以其實好搶手嘅大家睇翻呢個單位咧，一眼揦晒啦，咁將床褥擺住嘅位置咧，正連接翻去我哋嘅飄窗台。咁我哋依家最主要關鍵咧就係下低呢個叫城際輕軌啦，呢個位置咧就係我哋所講嘅廣肇線咁大家見唔見到我哋最前方望到嗰個惠環站正前方嘅位置就去到廣州方向嘅，一直可以去到肇慶。咁嘅話咧，行路過去約莫大概去到4分鐘度，非常之近嘅個方便咁好嘅，睇翻啦成個單位，反正基本上要介紹嘅嘢就咁多㗎啦。但係咧最主要勝在咧，佢樓板都唔矮嘅約莫差唔多來籠都接近有成3米咁高，所以舒適性都 OK 嘅成個單位，反正依家現時咧就9萬蚊左緊就可以上會月供大概去到差唔多1500蚊度咁上緊就 OK 㗎啦。全款27萬咁我哋依家睇翻另外一隻即兩房單位590尺約莫600尺度咁上緊嘅單位先。咁好啦，呢套單位咧兩房咧，佢靠近翻端頭位，即係埋邊嘅位置嘅。咁一入到門口位置咧，一個開放式嘅廚房。
咁成個單位咧，雖然話係即係同等啦，面積唔係好大，但係睇上去都好舒服嘅嚇。依家現時見到嘅吊櫃啦、櫥櫃啦，包括埋我哋嘅星盤啦、啲水龍頭花灑5件套啦，全部都係齊備嘅嚇。廳嘅位置咧係會比啱先嗰間即係啲公寓咧就會闊咗好多嚇。咁基本上你餐台嘅位置擺放，包括休閒區啊，咁我哋依家一應俱備㗎啦。但係同等有一個問題就係咩咧？佢呢個位置咧亦都冇騎樓嘅嚇，佢淨係得一個大飄窗台。但係對於呢啲整體外立面統一嘅樓宇嚟講咧，我覺得即係正常日常咧，好似我哋好多朋友咧都自己有買嗰個乾衣機啦嚇，咁啊基本上即係啱啱洗完啊，即時就着翻上身都冇問題嘅。所以其實呢樣嘢就自己靈活應變啦。畢竟呢啲單位佢嘅價位同埋地段仲有生活配套擺喺度，所以即係有啲避免唔到嘅呢啲缺陷嚇。咁啊主人房呢個位置嚇都係屬於係埋邊位置，採光開揚度非常之好。呢邊位置係屬於西南位嚇，所以依家現時晏晝大概約莫2點零鐘咧，我哋依家見到咧，就算唔使開燈膽咧，都係好光猛嘅嚇。咁另外咧就睇翻呢間細房啦啊，反正一眼捺晒，一應俱備。佢呢個位置就做咗間書房嚇，同等呢張即係做張呢米2床嚇，即係約莫係差唔多係4尺床啦，都夠位擺嘅。咁至於裝修係點咧？好多時你可以問翻即係裝修部嘅師傅睇下點搞翻。反正成間屋苑咧，如果假如你自己執埋啲家私電器，只要唔係大型嘅品牌嘅，約莫大概2到3萬蚊人仔就 O K 㗎啦嚇。廁所位咧就一入門口呢個位置，呢個位咧就佢係屬於係單邊採光啦，所以廁所位咧開揚度都非常之好嘅嚇。咁所以其實咧，如果假如屋企需要空間闊綽啲嘅，咁可以睇翻我哋嘅兩房單位。呢間兩房單位咧就約莫去到差唔多係接近47萬度，會比啱先嘅公寓會貴多20萬度，但係咧就感覺舒適性就會高啲㗎啦嚇。畢竟買樓我哋買緊嘅係地段、生活配套同埋周邊環境啊嘛，係咪？咁好啦，睇翻交樓標準。交樓標準咧就冇擺家私電器㗎啦啊！咁大家就可以知道我俾咗呢嚿錢出嚟可以買到咩樣嘅嘢啦啊！啱先講嘅吊櫃啦、抽油煙機啦啊，包括我哋嘅洗菜台、洗菜盤啦，同埋灶台呢個位置啦。咁包括咧呢啲櫃咧，佢雖然話贈送啊，但係佢做得好細緻，側邊位咧仲俾你擺翻嗰啲即係醬醋啊、油鹽啊之類啲咁嘅儲藏格嘅啊。咁啊房間位咧基本上差唔多肉眼可見嘅空間咧，接近成8個平方米啦，即係大概80尺度咁上緊啦啊。跟住廳嘅位置咧，約莫差唔多接近有160尺度咁上緊嘅空間嘅啊。所以其實成套單位就係咁情況。如果假如有興趣想了解實地現場嘅朋友咧，可以隨時歡迎聯繫我哋嘅。咁我哋嘅公司地址咧就喺南豐中心618A10嘅啊，可以同我哋同事攞翻相對嘅資料，係進行一個詳細了解。最好嚟到現場去實地考察下，咁我哋就會帶你翻去周邊嘅咩西湖啊、咩紅花湖啊，同埋周邊嘅生活配套，包括呢邊嘅嗰個山姆啊。去進行一個詳細嘅實地考察嘅。OK，好，下期見啦，拜拜。